對於廉署揭發文化局一名公務員懷疑長期以不實嘅方式申領家庭津貼，曾經擔任廉政專員嘅社會文化司司長張宇呼籲所有公務員要警惕，又強調監察制度行之有效，政府絕對唔會姑息違規嘅人。社會文化司司長張宇對新聞表示可惜，佢話根據佢以往嘅經驗，少部分公務員因為對法律理解錯誤，誤以為某啲津貼就等同福利，簽個名就可以申請，但係事實上就係偽造資料騙取津貼。佢呼籲所有公務員都唔可以麻痹大意。錢又唔係多，但係又對自己咁大影響係唔值得嘅，所以我覺得一個方面轄下我部門嘅同事會依啲方面呢係更加完善佢。如果發現到係要進行處理嘅，係唔會姑息嘅，保障翻法律嘅執行同埋保障翻公帑嘅一個善用。張宇強調，當事人需要為事件負上責任，而目前嘅監察制度行之有效，相關嘅津貼制度同埋法律法規近年亦都逐步完善，再加上廉政教育加強，情況已經有較大嘅轉變。舊年3月，文化局一名領導級嘅人員亦都曾經被揭發涉嫌濫用職權，令到佢嘅親屬獲取文化局嘅維修服務。今次已經係2年之內文化局第2宗涉及廉政問題事件。澳門電視台記者劉志報道。